美美假期11月27號，我哋包咗成部高鐵喎，西九龍出發嘅，專門帶晒我哋香港嘅朋友一齊先睹為快，全世界第一大橋——貴州嘅花崗峽谷大橋。大家好，各位香港嘅旅遊記，我係周老闆。前嗰排我就喺度玩下手機啊，睇下新聞啊，發覺突然間9月28號就突然間通車喎，呢條橋咩嚟嘅呢？電視新聞啊，各方面嗰啲都有報導。哇，乜嘢叫做最長，咩叫最高呢？哎呀，諗咁多做乜嘢啊？與其喺度網上睇，與其睇新聞，不如我哋就直接去現場睇啦。於是我返到去呢，就吩咐啲同事唔夜做一個貴州嘅行程，貴州嘅專業由西九龍出發，啱晒各位旅遊記。行程安排相對係好輕鬆㗎啦，住嘅全部都係5星嘅酒店。重點呢，我哋美美假期培養咗一批粵語導遊。咁大家都知啦，去到外省好多煲冬瓜㗎嘛，完全冇語言障礙，好似返到屋企咁，唔係間旅行社都有㗎。住又咁好啦，又睇到世界第一嘅大橋啊！5天團只需要呢係2999咋，淨係做一期啫。係11月27號，記住咯喎，錯過咗呢，就可能要等下一趟㗎啦。報名熱線26501628可以幫到你，又或者親身去我哋各大嘅門市揾我哋嘅同事報名，咁就可以啦。嗱，記得啊，點讚、追蹤同埋加關注啊！11月27號，波士約定你啦。